大家知唔知比特幣過去10年平均每年升幅高達150%，但想贏錢，唔止靠升市咁簡單，仲要識得避開爆倉。如果未開過 Bitget 戶口，記住用我嘅專屬邀請碼，即享手續費5折優惠，慳住去交易。條 link 喺 caption。註冊完之後，簡單跟住 KYC 身份認證步驟做，保障自己資金安全，快速入金冇難度，快啲搞掂，唔使等。入金好易，支援多種方式，無論 USDT 定法幣都冇問題。賬戶資金充足先可以開倉，小心資金管理，爆倉有得救。Bitget 提供交叉同獨立保證金模式，初學者建議用獨立倉，預設最大損失，咁就唔怕一爆連其他倉都拖死。落單時要記得設止蝕同止賺價位，控制風險，鎖定利潤，唔好盲目 all in。畫面展示 Bitget 落單面板。Bitget 最高有120影倍槓桿，千祈唔好亂用。初學者建議影倍或以下，學識槓桿點用至係門路。搖搖手指提醒。